提醒鄉親都要特別注意，佇咧花蓮萬里溪的崩山湖，昨昏暝暗時陣才解除溫色的警戒，因為透暝落雨，透早又閣發布溫色的警戒，嘛影響甲鳳林鎮是屬預防性撤離。一直到今仔日中晝12點，是進一步宣布升做紅色的警戒，也就是講24點鐘內可能會有溢流的風險。目前已經強制甲所有的保全戶疏開，在地嘛有6個村里過晝是停班停課。透早10英里里長謝玉珍，佇警方陪同1家1戶通知，閣愛準備撤離，前一紅得要6點才登記厝的李女士，又閣要離家。我今天又要上去。好，沒有關係的。好，沒有辦法碰到了哈。安全第一。是。雖然農業部前一日下晝才針對萬里溪崩山湖解除黃色警戒，不過集水區雨勢並無像有判斷好累積雨量，連到一直升懸，離7早起7點外，重新宣布黃色警戒，萬英村甲鳳林鎮閣一擺通知保全戶撤離。晚上的9點、11點，然後到清晨2點、5點的這幾個那個趨勢，大部分都沒有改變，都有往上的趨勢。收容了，就是跟昨天一模一樣。沒有差別，只是人放回家，那這次又把他叫回來。各位鄉親請注意，現在開始進行萬里溪堰社湖疏散撤離作業。要確保村里民攏接到通知，警方也派出警車定點公布，軍方也派出卡車專車，包括萬英、鳳林有6村里居民愛中心登高，收容中心也是淤青，鳳林鎮公所是擴大撤離。一城孤島，所以我們這邊整個生榮里會採取全面淨空的情況。隨雨量繼續累積，中晝12點左右，一隻警報響起來，黃色提升到紅色警戒，需要強制撤離所有保全戶。警方是在撤離了後，閣一擺檢查，監視真正情況。現在萬里溪發布紅色警戒，請進行立即的撤離。工作人員由警戒線封橋的，都是上倚近崩山湖的西埔大橋警戒範圍內的萬里溪這型大橋也攏封起來，離7分鐘收高，無法度執行空襲，無法度撤讓水位。林保署指出，崩山湖庫容大約達到7成，受保全的2鄉鎮6村里，離7中晝起停班停課。記者綜合報道。